也花莲共和国中气候大水升腾，因的运动校队这个训练也是拢受到影响。运动部就表示讲会协助因选去花莲北京学校来训练，也交通费唔免烦恼，运动部会来倒出。这是这部分呢有报请行政院的日期，在后中间的计划当中。野球场800米直线的电竞跑道和脚球场，拢有土地升登去。花莲共和国中这几天，众人协助摒扫，渐渐恢复，预计后礼拜复课。运动部处长陈世忠催日代表部长李勇来校勘察运动设施损坏的情形，了解几内校队后摆要怎训练。田径队可能要到东华大学啦，或者是华农。那棒球队可能需要到瑞穗国中等等，那都需要搭火车。运动部表示讲，校设施设备全部拢废弃，请关教育处报行政院6月在后重建计划。另外，因为重建有过1年，运动部会支应学生通勤训练的费用。另外，上面立委林俊宪吹三讲，运动部经费增加到248亿，推动将近10年运动爱台湾2.0计划，总经费也是维持3.8亿。不过，地方政府申请计划自备款的比例稍有来提悬，以台南市做例，原本是12%，115年度却提悬到30%。像台南市他们跟我反映，有12%提高到30%，他们几乎过去例行的活动都无法办理了。在今年7月份找县市政府来谈的时候，然后还是要依照主计总处的这样一个财力分级，台南市的第3级，所以对应过来，他们自筹的比例要到达30%。林俊宪认为讲，向阳条款地方的自备款比例，民间团体记载袂调，慢运动部鼓励全民规律运动的目标倒摆。运动部解释讲，这是照主计总处对县市在日登记的分级，因为分级搁咧讨论调整，了会根据上新的机制来做补助比例的调整。原则上，财政歹的县市是降低自备款，好的县市就调悬来做便邦的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